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嘿，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。啊！哼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。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世家確實沾不上邊啊。那個，既然锦熙嫁到你們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這個當爸爸的，有一點小小的請求，不知道你願意聽不願意聽啊？好啊，你說吧。錦熙呢，我女兒是我從小帶大的，哎呦，是又當爹又當媽，把她養這麼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這個資金上有些困難，你看能不能給我資金周轉？太辣，太嗆。要錢是吧？不是，這要錢多俗氣。我就是說資金上這個周轉，就資金周轉。好啊，沒問題。但是我有個條件。那您說。我這個人呢，沒有什麼其他愛好，就是愛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興，多少錢我都可以給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麼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顧醫生發現了怎麼辦？